各位囡仔兄、囡仔姐，大家好，我是苏老师。今仔日呢，要来甲大家上台语课啊，讲台语真欢喜，啊，讲台语真趣味哦。好，过来，老师呢开始先甲大家算一条物件，这是什么物件？你知无？啊，这叫做树讲啊。这台语叫做树讲，这是白色的树讲啊哈。白色的树讲呢，来，咱来看哈。咱呢，只有两支白色的树讲，老师甲拍一个12啊，12题哦。过来，甲写一粒啊，来写一条，有看到无？好，过来这个当得来呢，甲写一粒，变安尼对无？好，即马过来，安尼，即马树讲是拍解。哦，拍解。即马老师呢，大力，撇一个，又开啊。毋过呢，足奇怪的代志发生啊！你看，伊竟然拢总无登去，哦，拢无登去哦，对吧？老师搁换两支新的，哦，来，你看，这换两支新的白色的树讲哦，搁看一遍哦，一个甲用了环，一个用了滴，老师伫遮来设一个。拍一个时间，对，就是安尼。再过来，搁来写一日，好，即嘛搁安尼。了呢，嘿，哇，拍开啊！你看，哦，这是吼一个真简单的魔法咯。来，老师搁做一遍咯，搁写一日，看到无？搁写一日。安尼，即马拍开啦，拍到这里暗对无？有看到无？竟然呢，拢总无长，是毋是呢？真趣味哦，哈。好，过来，咱即马呢，树讲呢，这个魔法呢，吼，做两摆互大家看，这叫做树讲白色的树讲哦，会记哦。四管呢，台语叫做树讲哦，毋是四讲哦，吼，好，过来，咱今仔日呢，要甲大家吼，用足个真趣味的物件，甲大家做伙来算哦，吼，做伙来算哦。树讲算完啦，咱就来看别项物件哦，吼，来，遮有两只兔啊，哪色的兔啊？过来有红色的兔仔，咱来看，这只红色的兔仔呢，较大只，对不对？哦，啊，毋过呢，我甲这只蓝色的兔仔摕起来，来手两三来抽三个，变成呢蓝色的兔仔呢，伊变呢较重较大只啊，哪样奇怪？好，我搁甲这只红色的兔仔呢，搁摕起来，搁甲换伊来抽三个，一两三。你看，伊呢变更较大只，那遐恁啊奇怪啊，有奇怪无？奇怪，真奇怪，对不对？哦，来，那个放落去，过来呢，老师呢吼，要甲大家变一个足厉害的魔法咯吼，因来斟足看，目睭袂使呢哦，来，即马呢看老师的手哦。看我的手，拢总无物件，对毋对？我的手拢无物件，有看到无？好，我的手拢无物件。来，老师的手无物件，对无？来，即马呢，慢慢把手起好开啦！哈哈哈！有看到无？100块啦！本地是无物件，竟然有100块，这尔啊好，呵呵。来。好，过来呢，咱等一下，阁有其他的魔法咯吼，已经变三个啊，对不对？过来，咱就来吼，甲大家哦，来小解台语8声调，对，台语8声调哦吼，这两声是5、6、7、8。来，咱讲哦，台语的第一声是啥？第一声呢，甲中文的第一声，拢总是共款哦，甲中文的第一声哦，拢总是共款。中文讲得一滴，么一咪，
了有路，了爱呆，哦，无会咩，哦，高一支，了有路，了爱来，这拢是第一声。啊，咱台语呢，这嘛是第一声哦。所以台语第一声真简单，像讲火车的车，啊，过来花，红花、白花、豆花的花，哦，拢第一声。哥哥的哥，弟弟的弟，鸡仔的鸡，这拢第一声哦。啊来，台语的第二声哦，台语的第二声就是重音、重音，很重很重哦吼，重音哦，像讲你、我、好、歹、水、赞，啊等真久的久、假，哦安尼，这就是重音，真重真重，很重很重，重音，这就是台语的第二声。过来，咱来讲台语的第三声哦。台语的第三声其实是真简单，就是无力，轻声无力。哦，来，老师要讲哦，哦，这中文无这个声调哦，吼，来，喙，讲话喙，上课的课，报告的告，起诉的厝，这拢是无力的，对不对？哦，这拢是无力的，这就是台语的第三声。过来，咱要讲台语的第四声，甲台语的第八声，这两个做伙讲哦。四声就是低音，八声嘛低音。啊，既然两个拢是低音，有啥物无共？一个甲第四声是低音，第八声是悬的低音哦。即马老师用两个做比较，互恁看哦。骨骨的的滴滴咩咩哦，你看哦，第四声的骨是毋是较低？啊嘛是低音。第八声的骨是毋是较悬？啊伊嘛是低音，对无？肉骨的骨就是第四声，路前骨的骨第八声。咱请人家爱弹到的到第四声，电火的的就是第八声，对无？吼，好，安尼哦，来，老师搁讲四声八声哦，目目给给嘟嘟了了，哦，你看哦吼，台语的四声呢，就是低音低短音；台语的八声呢，就是高短音。好，即马来，咱来讲第五声。第五声吼，其实嘛真简单，就是冲起往上冲哦吼。来，咱讲无，冲起，牛，那是钱，那是过年的年，人，好，那是头门的门，哦，伊冲起就是第五声哦吼。就是往上冲。啊，咱的第六声呢，咱大部分的人呢，吼，大部分台湾的腔口，第六声甲第二声是共款，哦，大部分吼，大部分吼。好，过来呢吼，第七声就是吼，第一声就是叫做高平音，悬个平，啊，第七声就是低平音，低个平。第一声你已经知啊，对不对？来，咱讲。倒一滴，第七声倒一滴，么一咪，么一咪，安尼就是第七声哦。哦，倒有度，第七声就是甲加倒有度哦。高的加第一声，第七声高的加哦，安尼好啊。所以呢，讲到这哦，恁对台语八声调哦，知有？更较清楚无呢？即马呢，老师来要搁甲大家好讲哦吼，像讲咱讲头冲起对，就是第五声。咱讲读册的册，吼，册就是第四声。后来毋通啉酒醉的醉，哦，醉第三声哦。真好的好，就是第二声哦。后来。过来呢，
猪爱猪，倒伊猪，第一声哦，猪哦，啊若是呢，猪食饭爱掠猪，倒伊猪，倒伊猪，哎，猪猪猪猪猪猪猪，第七声哦吼，啊若是呢，倒，悬个底，就是第八声哦，倒，第四声倒，第八声哦。安尼对家己八声调有较清楚无？好，过来呢吼，咱即马呢，再来哦，佮变一个魔术互恁看哦。来，魔术呢吼，遮呢吼有一粒细粒球，则一大粒球，哦，一个较细，一个较大哦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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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这个细粒球就是查某的，这粒大粒球就是查甫的。我就是阿辉啊。我叫做阿明啊，阿明啊，安怎？你敢有女朋友？无咧，我想要带你做某。无爱咧，啊无要紧啦，我较大，你遮大颗，我遮尔啊水，红光光。哎呦，无要紧啦。啊，因两个呢，就讲好啦，无我就叫你做某。啊，因两个结婚哦，咚咚咚咚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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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三叶洞房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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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发生什么代志？哎，变做一粒四角形的啊！哎呀，因两个人结婚了，变做一粒四角形的啊！是毋是听好爽呢？哦，哎，实在是吼，有够好爽，有够好爽。好，来，过来哦。即马呢，老师个另外呢，变第五个魔术互恁看哦，愈变愈济哦。来，看好，才有三支牌，三只猫仔，一只、两只、三只，对不对？哦，一只猫仔，两只猫仔，三只猫仔哦。下来，老师即摆三只猫仔来放落去。即摆老师变变互你看，三只猫仔有看到无？一只、两只、三只，中央的猫仔呢，就是黑色的猫仔，对不对？中央的猫仔是黑色的猫仔哦，吼，有看到哦？好，即摆我甲变过来，三支牌，我甲中央的猫仔甲伊摕起来，放踮遮，哦，我放了哦。好，过来呢，遮呢吼，我拢好，遮呢有两支红色的猫仔，有看到无？两支红色的猫仔，啊，这支是乌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嘘，呆，哈哈哈哈！竟然呢安怎？遮呢吼变做全部拢是红色的啊啦，有看到无？一支、两支、三支啊，你看。竟然安怎？三只猫仔呢，本地一支乌的，拢变做是红色的咯。来，过来呢，老师呢吼，过来要教咱吼五支手指头啊，吼，有的人可能会，那有人佫袂晓吼，所以老师要教咱五支手指头啊哦。过来，第一支叫做大头帽。哦，恁伫厝里较对老师讲，这个是大头帽哦，这个大头帽。啊来，这个呢叫做鸡仔，这个叫做鸡仔，鸡人的哦，不讲鸡的哦。啊，这个叫做中仔，啊呢，咱平常时啊，唔通讲比中仔哦，安尼人会无欢喜，知无？好，这个叫做中仔。啊来呢，这个叫做歹仔，哦。真歹啊！啊，生做有古巴的吼，歹仔，这个上尾啊叫做尾仔。来，老师佮讲一遍哦，这个叫做大头帽，这个呢叫做鸡仔，鸡人的哦，这个叫做中仔，中的叫中仔，这个叫做歹仔，歹仔哦，这个呢叫做尾仔，尾仔哦，会记哦吼，哎，吼，大头帽。通人学老你上好，义的是鸡仔，只是明路互你袂变歹。
3个是中载，徛中央，担起责任千万摆。4个是歹载，若无欠缺我，你的生活袂精彩。5个是歹载，若无我，你就袂当乌鱼屎。啊，5个是袂载，若无我呢，你就袂当乌鱼屎，哈哈。所以是毋是真趣味，对毋对？哦，这就是叫做手指头仔歌，苏老师家己编的哦吼，手指头仔歌，搁一摆哦，后来大头母，风人学了你上好，字的是记载，只是明路互你袂变歹。3个是中载，徛中央，担起责任千万摆。4个是歹载，欠缺我，你的生活袂精彩。5个是尾载，若无我，你就袂当乌鱼屎。5个是尾载，若无我哦，你就袂当乌鱼屎，毋是乌鱼屎哦，是乌鱼屎，知无？咱呢，好，搁伫遮哦，搁甲大家哦，今仔日过来搁甲大家，哦，要变足侪魔法咯吼。来，今仔日的魔法有够侪哦吼，你看，来看好。遮有一个18头啊，对毋对？看清楚哦。哦，这个18头啊，有看到无？这个18头啊，有看到无？大粒的18头啊，对无？哦，看清楚哦，看好清楚。大粒的18头啊，一粒苗。哦，老师搁摕较远咧。哦，一粒18头啊，哦，对无？哦，来，啊，搁摕较近咧。好，手无物件，即手嘛无物件，对无？即摆呢，看好哦，这18头啊呢，照一个挂，这个挂呢拢无物件，对无？我甲伊嵌落去后，嵌落去了呢，安那，这个18头伫遮对毋对？来，老师呢，就安尼哦，施一个魔法，我想啥物代志？来拍开，挂来放落去。这个18头啊呢，哎哟，我甲伊倒落哦，倒落我的手。哎哟，你看啦，变遮尔啊侪粒啦。有看到无？变遮侪粒，这个18头变遮侪粒。哦，本底呢是一粒大粒的，伊呢破去啊，变遮侪粒，变遮侪粒。有看到无？这18头啊呢吼，伊就变遮侪粒。啊，听趣味对无？好，来，咱呢，过来吼，老师呢要念一个吼，换喙音互大家听哦。换喙音就是绕口令哦，看什么人哦，会晓念哦。若假使去到学校时，会晓念我听哦，有奖品哦。哦，来注意听哦，一个剃头的要去互剃头的剃头。剃头的行到剃头店，看到剃头的，缀互剃头剃头。剃头的煞毋敢入去互剃头的剃头。过一摆哦，一个剃头的要去互剃头的剃头。剃头的行到剃头店，看到剃头的，缀互剃头的剃头。剃头的煞毋敢入去互剃头的剃头。恁就听到拢伫遐剃头，对毋对？好，无要紧。若是假使哦，咱去学校上课的时阵呢？你若会晓念，苏老师就要送你奖品哦。搁一遍哦，听清楚哦。一个剃头的要去互剃头的剃头，剃头的行到剃头店，看到剃头的缀互剃头剃头，剃头的煞毋敢入去互剃头剃头。哦，足好耍哦。搁一遍哦，一个剃头的要去互剃头的剃头，剃头的行到剃头店，看到剃头的缀互剃头的剃头。剃头的煞毋敢入去互剃头的剃头，安尼有清楚无？无，搁一遍哦。一个剃头的要去互剃头的剃头，剃头的行到剃头店，看到剃头的缀互剃头的剃头，剃头的煞毋敢入去互剃头的剃头，安尼拢咧剃头呢，对毋对？哦，来，即摆呢，老师呢就这哦，
一个剃头的，要剃哦剃头，剃头，剃头行到剃头店，看到剃头要互剃头的，剃头，剃头煞毋敢一起互剃头的，剃头，哦，就是这就是今仔日的换喙音，换喙音就是绕口令。来，我佮讲一遍吼，真趣味哦。一个剃头的要去哦剃头的剃头，剃头的行到剃头店，看到剃头的要互剃头的剃头，剃头的煞毋敢入去互剃头的剃头。哦，安尼听有清楚无？听甲无煞煞哦。我甲你讲哦，咱逐个呢拢爱把台语讲好。讲台语真欢喜，真欢喜。讲台语，毋通大家呢伫厝里拢爱好好读册，爱困有饱，食有饱。老师讲的话，恁都爱记哦，爱讲台语哦，台语练好好。来，老师最后呢，要搁念一遍哦，我搁讲一遍哦。若是咱去学校的时阵，你会晓念。我特别送你奖品哦！一个剃头的要去互剃头剃头，剃头的行到剃头店，看到剃头的要互剃头的剃头，剃头的煞毋敢入去互剃头的剃头，安尼你有去剃头无？来，搁一遍哦！一个剃头的要去互剃头的剃头，剃头的行到剃头店，看到剃头的要互剃头剃头，剃头的煞毋敢入去互剃头剃头。老师，拢咧剃头尔啦，我哪会知？好，无要紧。最后，咱就搁念一个搁较简单的，狗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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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台语8声调哦。头前一条狗，后边一只狗，狗仔拄好狗，狗啦毋通狗，狗着一只狗，狗仔在讲狗，狗仔有狗狗，狗狗狗狗狗。听有无？搁一遍哦，这拢是台语的搬喙音。你搬喙音若念得好呢？你台语讲了就袂白字，就啦会进步。狗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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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安尼哦。头前一条狗，后边一只狗，狗仔拄好狗，狗啦毋通狗，狗着一只狗，狗仔在讲狗，狗仔有狗狗，狗狗狗狗狗，敢听有清楚？敢若听无啥清楚哦。就是狗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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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安尼知无？搁一遍哦，最后一遍哦。头前一条狗，后边一只狗，狗仔拄好狗，狗啦毋通狗，狗着一只狗，狗仔在讲狗，狗仔有狗狗，狗狗狗狗狗。好，恁若是听无清楚呢？老师念遐济遍，恁会使哪？去YouTube 呢？拍苏老师的名。就会当看到，就会当听，听到你的，安尼就有奖品哦。好，咱呢，最后要结束进前呢，搁甲大家讲哦，一个剃头的要去互剃头剃头，剃头的行到剃头店，看到剃头要互剃头剃头，剃头的煞毋敢入去互剃头剃头。头前一条狗，后边一只狗，狗仔拄好狗，狗啦毋通狗，狗着一只狗，狗仔在讲狗，狗仔有狗狗，狗狗狗狗狗。好，苏老师今仔日呢讲到这吼，爱记哦，咱呢若是听无清楚，袂要紧，你去呢 YouTube 内底呢，拍苏老师，苏印着老师的名，你会当看到呢这影片，你会当一直听，听到你会安尼呢念互苏老师听，你就有奖品哦，咱今仔日的上课到这哦，要甲大家讲再会。大家爱保重身体，食饱，好好呢读册，毋通干咧伫厝里看电视、拍电脑，安尼袂使哦。因为呢，你上课是伫电脑，所以老师无爱讲伤久，莫用大家目睭，看伤久哦。好，今仔讲到这，再会，多谢大家，再会。苏老师要离开啊哦，